你記唔記得自己尋晚發過咩夢呢？好多人以為發惡夢係因為壓力大，但科學家最新發現，如果你步入中年之後，突然成日發惡夢，又或者完全唔記得夢境嘅內容，呢個可能係你嘅大腦向你發出最後警告。究竟係咩警告呢？今集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歡迎收睇 My Talk。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好多人都以為發夢啦同壓力大啦，又或者係平日想唔通、放唔低嘅事情，將透過發夢啦，將呢啲壓力舒緩出嚟有關。不過澳洲科學家最近就發表咗2份報告，話俾大家聽，夢境其實係大腦健康嘅天氣預報。如果你發現自己又或者你身邊嘅長輩夢境嘅模式突然之間有大幅度嘅改變，千祈就唔好忽視啦，因為可能呢個同神經退化嘅早期信號有關。過去亦都有一啲研究就顯示發惡夢同認知障礙存在風險同埋關聯。咁呢個嘅研究報告喺今年3月刊登喺醫學期刊《精神病學與臨床神經科學》裏面。咁研究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嘅健康大腦腦化中心所主動一項嘅大型國際研究。咁有嚟自係中國南韓、台灣、巴西、法國、意大利等等嘅科學家一齊參與。咁研究分析咗有超過1萬名年齡介乎60至到89歲嘅長者。向佢哋長期追蹤數據，問佢哋每星期會發幾多次令人感到不安嘅夢。研究團隊首先要定義咩叫做令人不安嘅夢。呢度指嘅就係令發夢嘅人喺夢裏面出現強烈嘅情緒，唔開心，又或者係可能會喺夢中裏面嚇到醒咗。呢啲嘅噩夢嘅夢境多數會感到係威脅或者係危險嘅情況。結果發現有4%嘅參加者報告佢哋喺曾經發過一啲令人不安嘅夢。咁隨後追蹤嘅期間研究人員就去追蹤邊啲人係之後患上嘅認知障礙。研究人員研究導致參加者患有阿茲海默症等等嘅認知障礙嘅所有成因。咁包括係睡眠問題啦、藥物、身心健康、認知功能同埋遺傳風險等等嘅因素之後，就發現60至69歲發過令人不安嘅夢，又或者我哋下稱之為噩夢嘅參加者比起未曾發過類似夢嘅成年人佢哋患有認知障礙嘅風險係高出近4倍。咁當中男性嘅參加者，如果佢哋每星期至少發1次噩夢患有阿茲海默症嘅風險係高出超過3倍。不過70歲或者以上嘅參加者就未能夠有一致性嘅結果啦。研究首席作者Dr. Lipnicki 就話喺60歲嘅年齡層裏面發現發噩夢同認知障礙有最強嘅關聯。咁呢啲嘅顯示對某啲人嚟講其實發噩夢可能係同患認知障礙風險一個嘅早期指標。咁不過佢就話發噩夢就唔代表一定會出現認知障礙嘅。咁之後佢哋進行研究。其實研究團隊喺今個月亦都發表咗一個最新嘅研究。發現難以記住夢境嘅人比起能夠記住夢境嘅人，前者嘅認知功能衰退速度會比較快。個報告刊登喺阿茲海默及認知障礙期刊 DADM 裏面，同樣係由新南威爾斯大學健康大腦腦化中心向超過1000名60歲以上嘅成年人進行為期長達10年嘅研究。報告指出，喺研究開始時曾經表示冇辦法回憶起夢境嘅長者，比起能夠記住夢境嘅長者，隨後出現認知功能衰退嘅速度快1倍。研究發現，嗰啲記唔起夢境嘅長者，佢哋體內好大機會帶有一種叫做 APOE4 嘅遺傳基因。呢個係目前醫學界公認最強嘅失智症遺傳因子。除咗基因之外佢哋血液入邊亦都有一種失智症指標蛋白水平亦都係相當之高。呢種嘅蛋白質好似大腦入邊嘅垃圾咁樣。如果水平過高就代表阿茲海默症可能已經開始影響緊大腦。
點解記唔起夢咧係一個警號咧？研究人員就話啦，個咧反映咗大腦入邊咧有一個叫做預設模式網絡啦嘅系統受損，就好似咧將佢咧想象成為大腦嘅後台運作模式。當我哋咧休息啦、發白日夢，又或者係發緊真嘅夢嘅時候咧，佢嗰陣咧係最活躍嘅嗱。所以咧記唔起夢啦，未必係因為你記性差，而可能係因為咧大腦咧早期退化，令到咧呢個後台功能咧變弱，導致咧夢境咧變得越嚟越少，又或者咧啲夢咧模糊到好似冇發生過咁嘅一樣。所以咧，當一個人咧喺60歲之後咧，由原本發好多夢，變成咧覺得自己冇咩發夢，又或者咧經常發啲恐怖嘅噩夢，咁呢個咧可能就係警號啦，意味住咧大腦神經認知功能退化，甚至咧比一般同年齡嘅人咧衰退速度咧係加快噶。雖然啦，Dr. Lipnicki 啦就強調發噩夢啦唔代表啦一定會出現認知障礙，不過咧佢就提醒大家要留意咧睡眠習慣嘅改變。而呢種嘅免費檢查方法啦，可以每日都進行，可以咧每日都問下自己啦，記唔記得尋晚發過啲咩夢？又或者咧問下屋企嘅長輩，尋晚瞓成點啊？有冇發夢？雖然咧呢個只係個初步嘅篩檢，咁但係如果咧發現咧有長期改變嘅話咧，最好咧就及早揾醫生做下檢查、驗下血，又或者咧係調整睡眠質素。呢個咧可能咧就係守護大腦認知功能嘅最好方法啦。好啦，今集先講到呢度，歡迎大家可以撳 like、comment 同 share， 可以 subscribe 我哋 Let's Talk ADHD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IG 同埋 Threads。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